大家好，歡迎收睇香港星聞。1987年某一日，歐洲機場嘅關口，一個女人企喺度喊到停唔到。佢叫陳敏儀，係當時 TVB 當紅嘅花旦，個樣標緻，氣質出眾，好多人追。但呢一刻，佢為咗一個相貌平平嘅男人喊到眼都腫埋。嗰個男人叫廖啟智，只係個跑龍套嘅小演員。過咗關之後，不停回頭望，眼淚噓噓聲係咁流。兩個人只係分開一日，因為計錯時差，廖啟智要提前返香港開工，臨時買張直航機票先走。但就係呢一日嘅分離，佢哋喊到好似生離死別咁。之前歐洲窮遊嗰2個月，陳敏儀真係受夠晒呢個男人嘅大男人脾氣。佢精心計劃晒成個行程，點知佢周圍帶住佢行足成日，雙腳都起晒水泡，求佢搭車佢都唔肯，硬係話行路先睇到風景。陳敏儀已經諗過分手，甚至覺得當初揀錯人，但睇到佢喊，自己就乜嘢唔開心都唔記得晒。嗰一刻，佢忽然明白，原來佢已經離唔開呢個男人。好多人唔明白點解佢會揀中廖啟智，包括佢自己屋企人。但愛情就係咁奇怪，有時真係一眼就決定咗今生今世。嗰陣陳敏儀28歲，同廖啟智拍咗8年拖，佢終於肯娶佢。距離佢哋第一次見面已經過咗9年。9年時間，呢個嚟自深水埗唐樓嘅女仔行咗條好唔容易嘅路。1959年10月17號，陳敏儀出生喺香港九龍深水埗永隆街附近嘅一座老舊唐樓入面，嗰度係香港最底層市民聚居嘅地方。狹窄嘅樓道、嘈雜嘅街道、逼仄嘅生活空間，構成咗佢童年嘅全部記憶。屋企並唔富裕，但命運俾咗佢一張清秀標緻嘅面孔，濃眉大眼，氣質卓爾不凡。後來嘅記者形容佢明豔大氣，俾人嘅第一印象就係超級乖乖女。陳敏儀讀培基英文書院，呢間係由中華基督徒播道會主辦嘅英文中學，喺九龍太子道375號。學校嘅基督教背景喺佢心入面埋咗信仰嘅種子，雖然呢粒種子要等到好多年之後先真正生根發芽。讀書期間，佢曾經獲得香港賽馬會助學金資助學業，對於一個來自深水埗唐樓嘅女仔嚟講，無疑係好大嘅鼓勵。1978年中五畢業之後，陳敏儀升讀預科。嗰年夏天，佢啱啱喺尖沙咀完成一個夏令營活動，偶然得知無線電視正在招收藝員訓練班學員。嗰日係個悶熱嘅午後，佢同朋友一齊搭車去九龍塘報名，屋企人極力反對。嗰個年代，演員呢個職業並唔俾人視為正途，何況係一個來自普通家庭嘅女仔。但係陳敏儀有佢嘅執拗，佢瞞住屋企人報讀咗無線電視嘅夜間藝員訓練班，開始咗日頭喺學校上堂，夜晚去對行道上訓練班課程嘅雙重生活。咁樣嘅日子冇持續幾耐，當課業同訓練班冇辦法兼顧嗰陣，陳敏儀做咗一個好大膽嘅決定，放棄學業，全身心投入演藝事業。呢個選擇徹底改變咗佢嘅人生軌跡。屋企人當然好嬲，但佢堅持自己嘅決定。佢知道呢個可能係佢人生入面唯一一次機會去改變自己嘅命運，離開深水埗嗰座逼仄嘅唐樓。1978年嘅無線電視第8期藝員訓練班，匯聚咗一批後來叱咤影壇嘅人物：湯鎮業、景代欽、周秀蘭、黃造時、艾薇、李成昌、梁潔華。而陳敏儀係班上面公認最靚嘅女學員。佢唔單止靚啊，而且勤力，每堂課都認真學習，好多導師都睇好佢。喺眾多爭相表現嘅學員當中，有一個人顯得特別唔同，佢叫廖啟智，比其他同學年齡都大，相貌平平，身高大概172公分，喺型男美女雲集嘅訓練班入面最唔起眼。但就係呢個唔起眼嘅男人吸引咗陳敏儀嘅目光。上堂第一晚，陳敏儀記得好清楚，其他男同學都爭住表現，又跳又叫又演戲，想引起靚女嘅注意。但廖啟智唔同，佢頭耷耷拎住支筆，唔知喺度亂畫緊啲乜嘢，一副好酷嘅樣。呢份與眾不同嘅沉靜令佢一見鍾情。佢後來回憶起初見嗰時嘅情景，語氣入面仲帶住少女般嘅悸動。當時班上面好多男同學都積極表現自己，但廖啟智就好酷，呢個好吸引我。廖啟智對陳敏儀同樣一見傾心，只係佢唔敢信自己會有咁嘅運氣。佢出身香港基層家庭，
老豆係貨車司機，父母靠打雜工勉強維持一家溫飽。屋企5個仔女，佢排行老二。為咗幫老豆分憂，18歲佢就考咗私家車牌。1972年中學畢業之後，佢去邵氏電影公司清水灣製片廠做錄音室助理，後來又去香港電台做攝影助理。佢自細睇粵語長片大，好鍾意童星馮寶寶，立志要做演員。1976年，22歲嘅廖啟智第一次報考第6屆無綫藝員訓練班，因為外形條件普通，俾人淘汰。落選之後，佢大病一場，病好之後開始對住塊鏡苦練演技，模擬唔同情緒嘅表演。2年之後再次報考，終於如願入到第8期訓練班。正正係呢個延遲，令佢同陳敏兒變成同期學員。命運有時就係咁奇妙。相識僅僅3個禮拜，廖啟智就做咗個令所有人意外嘅舉動。嗰日，佢鼓起前所未有嘅勇氣，問陳敏兒：你願唔願意嫁俾我？呢個問題嚟得太突然啦！訓練班嘅同學個個都覺得佢癲咗。班上面最靚嘅女仔，點會睇得上佢呢個相貌平庸嘅窮仔？但係陳敏兒嘅回答更加令所有人震驚。佢毫不猶豫咁講：會嫁。廖啟智欣喜若狂，但心入面佢甚至懷疑陳敏兒只係氹佢開心。佢曾經感慨：我廖某何德何能，有幸能夠同陳敏兒攜手共老，今生必定不負佳人。陳敏兒睇重嘅從來都唔係物質同外表。佢後來解釋，雖然嗰陣時周圍有好多追求者，但廖啟智並唔係最英俊嗰個，但係佢卻係對我最體貼、最用心，性情又最溫和嘅一個。佢睇重嘅係佢善良溫暖嘅心。就係咁，訓練班入面最唔起眼嘅男仔同最靚嘅女仔行埋一齊。呢段戀情一開始就引起好多人議論，好多人都唔睇好呢一對門不當戶不對嘅戀人。但係陳敏兒唔理其他人點講，佢認定咗呢個男人。1979年，2個人從藝員訓練班畢業。陳敏兒嘅演藝生涯可以講係一帆風順。佢畢業之後，好快就被無綫力捧，迅速變咗當紅花旦。佢個樣標緻，演技又好，最重要係夠勤力，從來唔遲到早退，認真對待每一個角色。1982年，佢獵影入面同劉德華做拍檔，飾演女主角黃嘉琪。呢套劇係劉德華第一次擔任主角，令佢一炮而紅，亦都令陳敏兒嘅名氣更上一層樓。當時好多人都睇好呢一對熒幕情侶，甚至有傳聞話佢哋喺現實中都有嘢。但陳敏兒從來冇回應過呢啲緋聞，佢心入面只有廖啟智，即使佢只係個跑龍套嘅小演員。之後佢相繼演出《書劍恩仇錄》、《薛丁山征西》、《林沖》、《太平天國》等等重頭劇，成為80年代 TVB 嘅一線女星。1986年播嘅《薛丁山征西》入面，陳敏兒飾演女主角樊梨花，同黃日華飾演嘅薛丁山演繹咗一段宿世姻緣。呢套劇俾人譽為最經典嘅民間故事，無綫年代最優秀嘅演員陣容。樊梨花嗰種颯爽英姿，到而家都仲係好多觀眾心目中嘅經典形象。陳敏兒好享受喺鏡頭前演戲嘅感覺，佢覺得自己可以喺唔同嘅角色入面體驗唔同嘅人生，但係同時佢亦都感受到作為公眾人物嘅壓力。狗仔隊成日跟住佢，想揾佢同廖啟智嘅新聞。每次有新劇播出，就有人將佢同男主角拉埋一齊講，話佢同邊個最夾，同邊個最有火花。但係陳敏兒從來冇俾呢啲流言蜚語影響過自己，佢知道自己心入面最愛嘅係邊個。而廖啟智嘅處境就完全唔同。1980年，佢演出人生第一部作品《上海灘》，飾演丁力，即係呂良偉演嗰個角色嘅馬仔陳長貴，一個戲份好少嘅小角色。雖然喺呢套劇入面有一段同周潤發嘅對手戲成為經典，周潤發演嘅許文強傷口痛嗰時臨場發揮，啲稀飯噴出嚟，個碗跌落，廖啟智即刻反應伸手接住，順利完成對白。呢段即興表演後來變咗藝員訓練班嘅教學案例，但佢始終係喺二線跑龍套。女朋友係當紅花旦，自己只係個小配角，呢種落差足以擊冧大部分男人嘅自尊。每次陳敏兒有新劇播出，廖啟智都會靜靜地喺屋企睇住個女人喺熒幕上面同其他男人演對手戲，睇住佢笑得咁甜，睇住觀眾講佢同邊個最夾，佢心入面真係揦住㗎，但佢從來都冇喺陳敏兒面前表現出嚟。
佢知道自己而家冇資格妒忌，亦都冇資格要求佢為自己放棄事業。佢只係暗地裏努力，相信總有一日佢可以證明自己嘅價值，可以堂堂正正企喺陳敏儀身邊。但呢種落差都為佢哋嘅感情帶來好大壓力。有陣時陳敏儀同圈中朋友聚會，廖啟智去到都會覺得好唔自在。啲人都係大明星，得佢一個係跑龍套。有啲人甚至會當住佢面前問陳敏儀：你點解會揀佢？雖然係講笑，但係聽落就係好哽耳。陳敏儀每次都會好堅定咁話，因為佢係最好嘅。但廖啟智知道呢啲說話背後，佢要承受幾多壓力。雖然拍咗8年拖，但廖啟智一直都唔肯提結婚嘅事。陳敏儀等咗又等，但佢始終冇開聲。可能係因為自卑，佢始終覺得自己配唔起陳敏儀。可能係因為經濟條件唔容許，佢嗰陣只係個跑龍套嘅小演員，收入好有限，連買樓都買唔起，點敢提結婚呢？但係陳敏儀唔介意呢啲，佢只係想要一個承諾，一個名分。8年之後，陳敏儀終於忍唔住。嗰年佢28歲，喺娛樂圈已經算係老牌女星啦。好多比佢後生嘅女仔都已經當紅，佢開始擔心，如果再唔結婚，佢哋嘅感情會唔會就咁樣拖落去，拖到最後就散？某一晚喺九龍塘附近嘅窩打老道，佢哋初相識嘅地方，陳敏儀聲淚俱下咁講：我要結婚。呢句說話就好似最後通牒，佢明確話俾佢知，唔結婚就分手。佢已經等咗8年，唔可以再等落去。廖啟智咁先慌晒神，連聲話好，結婚就結婚啦。佢終於明白，如果再唔做決定，佢就會失去呢個女人。多年之後，陳敏儀笑住回憶，結婚呢件事係我逼嘅，但呢份主動正正證明咗佢對呢段感情嘅珍惜。1987年11月11號，陳敏儀同廖啟智正式註冊結婚。呢個日子係陳敏儀特登揀嘅。佢後來解釋，取其一生一世一雙一對嘅意義。因為經濟條件有限，2個人只係註冊冇擺酒，甚至冇影婚紗相。圈中好友都話可惜，但陳敏儀唔介意。佢話最重要係我哋2個人一齊，其他嘢都唔重要。喺結婚證書上面簽名嗰陣，陳敏儀對廖啟智講咗句說話：呢個世界有好多男主角，但你係我唯一嘅男主角。呢句說話，廖啟智記咗一世。婚後，陳敏儀繼續活躍喺熒幕前面，而廖啟智就仲係喺配角嘅位置默默耕耘。1982年，佢曾經短暫離開無綫，1984年重返，喺 TVB 期間演出超過60部電視劇，但始終做唔到主角。好多人都覺得奇怪，點解佢肯一直做配角，冇追求上位？但廖啟智有自己嘅堅持，佢話每個角色都有佢嘅意義，配角一樣可以演得出色。1992年，轉機終於嚟到。嗰年，張之亮導演邀請廖啟智演電影《農民》，飾演一個智障青年太子參。呢套電影講香港底層農屋居民嘅生活，同黃家駒、喬雲、泰迪羅賓、胡楓等人合作。廖啟智為咗呢個角色傾注咗全部心血，佢深入觀察智障人士嘅行為舉止，甚至去咗殘疾人機構做義工，同佢哋相處，了解佢哋嘅世界。佢將個角色嘅天真、無助、堅韌演繹得淋漓盡致。陳敏儀睇住丈夫為咗呢個角色咁努力，心入面好欣慰。佢知道佢等咗咁多年，終於等到佢發光嘅時刻。1993年，第1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揭曉，廖啟智憑太子參一角擊敗梁朝偉、黃秋生、吳鎮宇、甄子丹，榮獲最佳男配角。嗰晚，陳敏儀坐喺台下，睇住丈夫企喺台上面領獎，眼淚止唔住咁流。佢等咗呢一日，等咗好耐。佢知道丈夫有幾咁努力，佢知道佢受過幾多委屈。依家佢終於俾所有人睇到，佢冇揀錯人。呢個係廖啟智人生第一個獎項，距離入行已經13年，時年39歲。更加巧嘅係，同屆最佳女配角嘅得主，正正就係佢細細個嗰時嘅偶像馮寶寶。領獎嗰陣，廖啟智激動到講唔出說話，佢只係不停話多謝老婆，多謝佢一直以嚟嘅支持。從此之後，廖啟智迎嚟咗事業嘅春天。無間道2入面嘅三叔，殺破狼入面嘅陸冠華，證人入面嘅新爺，線人入面嘅廢噏，
一個又一個經典配角令佢成為香港影壇不可或缺嘅存在。佢8次獲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2次摘得桂冠，俾人譽為綠葉王、配角之王。面對呢個稱號，廖啟智有自己嘅理解。一部電影係一個商業運作，每部片都需要唔同類型嘅角色互相搭配。主角當然係戲份多，配角會少啲。但如果冇一啲配角去襯托主角，或者話去撞擊主角嘅戲份，嗰套戲未必會好睇。佢仲有句名言流傳於業界：主即是配，配即是主。當我配得起你，我就係主角。陳敏兒始終以丈夫為榮。佢話：我覺得老公演技好犀利，好自豪老公係金牌綠葉。好多人問佢會唔會妒忌丈夫而家嘅成就，佢笑住話：點會妒忌？佢嘅成功就係我嘅成功，我哋係一體嘅。但就喺廖啟智事業起飛嘅同一年，陳敏兒做咗一個好重大嘅決定，淡出演藝圈，專心相夫教子。呢個決定並唔容易。80年代佢係 TVB 嘅當紅花旦，片約不斷，前途無量。好多人都唔明白點解佢要放棄，但係陳敏兒好清楚自己想要乜嘢。佢話：我已經證明咗自己可以做好一個演員，依家我想證明自己可以做好一個太太同媽媽。廖啟智多次喺公開場合感謝妻子嘅付出，冇咗敏兒就冇咗今日嘅我。佢係我生命中最重要嘅存在，係佢喺我最困難嘅時候不離不棄，係佢一次又一次咁鼓勵我，令我唔好放棄。佢同我一齊經歷咗風雨，願意陪我一齊吃苦，一齊成長。婚後嘅陳敏兒將屋企經營得井井有條。佢形容丈夫對佢嘅好：呢個人簡直當我係寶貝，好似西太后咁喺你左右攙扶。廖啟智真係寵妻如命，為咗盡量多啲時間陪屋企人，佢將屋企搬到離無線電視台好近嘅地方，咁樣每日都可以同屋企人一齊食晚飯。每晚佢都有一個習慣，同3個仔女冚被。呢個簡單嘅動作，佢堅持咗好多年。婚後育有3個仔，長子廖文哲，次子廖文信，幼子廖文諾。陳敏兒成立咗家長匯集組織，幫父母學習教育之道。2個人曾經被人評為娛樂圈最佳父母。陳敏兒覺得自己好幸福，有愛自己嘅丈夫，有健康嘅仔女。雖然冇大富大貴，但日子過得好溫馨。佢覺得人生就係咁樣就夠。但命運並冇因為佢哋嘅善良而手下留情。2000年6月14號，廖文諾出世。呢個係陳敏兒同廖啟智嘅第3個仔。兩公婆欣喜若狂，為呢個家庭增添咗新嘅歡笑。陳敏兒好中意呢個細仔，佢生得白白淨淨，好乖巧，成日對住人笑。佢覺得上天真係眷顧佢，俾咗佢3個咁乖嘅仔。但係上天似乎妒忌呢個幸福嘅家庭。2003年7月，年僅3歲嘅廖文諾喺一次跑步受傷之後，俾人確診為急性淋巴白血病血癌。呢個消息如同晴天霹靂，擊冧咗成個家庭。陳敏兒冇辦法接受呢個事實，佢無數次問自己：點解係我個仔？我做錯咗乜嘢？廖文諾住入咗威爾斯醫院兒童癌病中心，開始咗漫長嘅化療同放療。佢細個身體插滿喉管，反覆發燒、嘔吐，大部分時間住喺隔離病房入面。嗰段日子，陳敏兒每日朝早6點起身，送大仔返學之後，就一刻都冇停咁趕去醫院，寸步不離咁守喺細仔身邊。佢睇住個仔受苦，自己個心就好似俾人撕裂咁痛。佢多次喺病房入面偷偷地喊，但一見到個仔就要即刻抹乾眼淚，笑住同佢講：媽咪喺度，唔使驚。廖啟智同樣心力交瘁，佢每日朝早6點起身，先送2個大仔返學，再趕去醫院陪細仔。佢幫文諾按摩、沖涼，陪佢講嘢、講古仔，直到太陽落山。黃昏時分，佢匆匆趕返電視台主持親子節目《我們都是父母》，喺鏡頭前面強顏歡笑。深夜返到屋企，仲要安慰患咗抑鬱症嘅老婆。經過大約1年嘅治療，文諾嘅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出院休養咗8個月，全家人以為噩夢就嚟結束，點知病魔捲土重來，血液入面再次發現癌細胞。後來醫生揾到合適嘅骨髓做移植手術，但術後發生咗排斥反應，醫生束手無策，委婉咁話俾夫妻2人知，要做好最壞嘅打算。得知個仔時日無多之後，陳敏兒同廖啟智做咗個決定，
放棄治療，帶個仔去玩。佢哋用1個月嘅時間，帶住文諾幾乎玩晒成個香港。佢哋去海洋公園，去迪士尼，去沙灘，去睇日出日落。佢哋同個仔編織咗一個美麗嘅童話。因為文諾太乖巧，所以提前俾人安排到一個叫天堂嘅地方，嗰度好好玩，冇任何痛苦。2006年4月5號凌晨1點15分，年僅5歲嘅廖文諾因急性肝炎引起併發症離世。臨終嗰時，父母陪喺身邊。信仰基督教嘅廖啟智冇喊，佢唱住詩歌俾個仔聽，為佢祈禱。文諾一隻手牽住爸爸，一隻手牽住媽媽，喺歌聲中微笑住離開咗呢個世界。第2日朝早，廖啟智習慣性咁起身同3個仔冚被，行到文諾空蕩蕩嘅床邊嗰陣，佢再都冇辦法控制情緒，嚎啕大哭。呢個係佢第一次喺老婆同仔面前崩潰。陳敏儀企喺隔籬睇住丈夫喊，自己已經喊唔出聲，佢個心已經死咗一半啦。文諾嘅離世徹底激冧咗陳敏儀，佢表面睇落好堅強，冇喺人面前流眼淚，但只有廖啟智知道，老婆已經患上咗嚴重嘅抑鬱症。佢將無處發洩嘅痛苦轉嫁俾身邊至親，對丈夫發脾氣，對家人冷漠。嗰段時間，佢哋嘅婚姻岌岌可危。陳敏儀後來形容嗰段日子，我完全控制唔到自己，我知道自己好傷害佢哋，但我停唔到。廖啟智自己都曾經諗過尋死，但睇住年幼嘅2個仔，佢不得不堅強起身。佢每日陪老婆散步傾偈，陪佢一齊回憶文諾嘅點點滴滴。佢唔投訴唔嗌交，只係日復一日咁用耐心去打開老婆封閉嘅感情世界。陳敏儀後來形容嗰段日子，我哋互相保衛。當我堅強嗰時，佢可以釋放情緒；當我冧低嗰陣，佢就企起身。佢知道如果冇廖啟智，佢真係行唔過嚟。好多時佢半夜發噩夢驚醒，夢見個仔喺度喊，話好痛。廖啟智就會即刻攬住佢，安慰佢。文諾依家唔痛啦，佢喺天堂好開心。2007年11月，2個人迎嚟咗結婚20週年紀念日。陳敏儀主動提出，我想喺教堂行婚禮。佢解釋話，回顧過去20年，都有好多嘅跌跌碰碰、眼淚、傷害同傷痕。我哋仍然係相信婚姻，我哋要再上路啦。於是喺長沙灣一間教堂入面，2個人舉辦咗遲到20年嘅正式婚禮。婚禮上面，廖啟智深情表白，佢係我嘅最佳女主角，係我嘅，唔係大家嘅，係我嘅。眾人難得見到佢咁霸氣嘅一面。陳敏儀聽完之後淚流滿面，到場嘅親朋好友都喊埋一份。佢哋知道呢對夫妻一路走嚟太唔容易啦。喺呢場人生風暴當中，支撐陳敏儀同廖啟智行過嚟嘅係共同嘅基督教信仰。陳敏儀早喺學生時代就接觸咗基督教，但係真正回轉信主係喺婚後。但係廖啟智卻遲遲唔肯信主。雖然佢小學讀天主教學校，但佢一直覺得有困難、軟弱嘅人先至需要信仰。陳敏儀苦候咗成7年，期間佢不斷邀請丈夫返教會參加佈道會，流咗無數眼淚。佢曾經話，同唔信嘅人一齊係要付沉重嘅代價。直到有一次祈禱當中，佢感覺神問佢：你點解咁動腦？你係唔係驚行我嘅路孤獨，先至要佢信我？呢個係我同佢2個人之間嘅事，關你乜事？陳敏儀頓時醒悟，選擇放手，將丈夫信主嘅事交託俾神。2個月之後，喺婚後第9年，廖啟智喺教會佈道會上面決志信主。佢話：基督教最簡單，你信就得㗎喇。信仰變咗呢個家庭渡過苦難嘅最大支柱。廖啟智後來喺訪問當中講：信仰幫我離開咗陰暗面。依家我諗翻起嗰時，都唔會有好心痛嘅感覺。細仔廖文諾嘅安息禮喺九龍城浸信會舉行，現場播放咗一家5口卡通形象拍攝嘅 MV《天家女》。夫妻2人將個仔嘅生活點滴製作成專輯小物子，所有白金都捐晒俾生命小戰士會、兒童癌病基金同播道兒童之家等等機構。陳敏儀話：我哋希望文諾嘅生命可以幫到其他有需要嘅人。2010年，廖啟智同霍建華合作拍電視劇《怪俠一枝梅》。霍建華後來喺《魯豫有約》節目入面講述咗一個細節，佢成日見到廖啟智好早就嚟到片場，
化妝嗰陣總係帶住隨身聽，唔同任何人講嘢。有一次，霍建華鼓起勇氣向廖啟智請教演技，廖啟智只係講咗句說話：你唔使將人做好就得，好好做人。霍建華一直銘記呢句說話，後來佢先至知道嗰個隨身聽入面播放嘅係已經去世嘅仔諾諾生前錄嘅詩歌。每日早起戴上耳機聽個仔嘅聲，呢個係廖啟智同個仔保持聯結嘅方式。佢從來唔同外人提起呢件事，只係默默咁將思念藏喺心底。陳敏兒知道丈夫有呢個習慣，但佢從來冇阻止過，因為佢明白呢個係佢唯一可以感受到個仔存在嘅方式。呢個細節曝光之後，無數人為之動容。嗰個喺鏡頭前面總係微笑嘅智叔，心入面承受住點樣嘅痛苦，只有佢自己知。而陳敏兒作為最了解佢嘅人，亦都默默承受住同樣嘅痛苦。佢哋從來冇喺公開場合講過太多關於文樂嘅事，因為佢哋唔想人哋可憐佢哋。但每一個夜晚，當夜深人靜嗰陣，佢哋都會擁抱住對方，喺淚水當中互相取暖。日子就係咁樣一日一日咁過。陳敏兒逐漸從喪子嘅痛苦當中行出嚟，佢開始投入公益事業，幫助其他有需要嘅人。佢成立咗幸福生活協會，喺太子區開設茶室同上課嘅場所，每個月開辦手部按摩培訓班。呢個正正係佢當年喺醫院學習用嚟緩解丈夫疼痛嘅技能。佢鼓勵其他人如實面對情緒，釋放心中沉重嘅負擔。佢成日告誡大家，千祈唔好抑壓情緒，要如實去面對。佢將自己嘅經歷轉化為幫助其他人嘅力量，變咗一名善別輔導員，推廣生死教育。佢赴美國修讀研究快樂嘅課程，學習點樣幫人哋揾翻生活嘅意義。好多人問佢，經歷咗咁多嘅痛苦，你點樣仲可以笑得出？陳敏兒話：因為我知道文樂喺天堂望住我哋，佢希望我哋開心。如果我哋成日都好傷心，佢都會唔開心。廖啟智喺旁邊默默支持住老婆嘅工作，佢繼續拍戲，但每次開工都會盡量早啲返屋企陪老婆食飯傾偈。兩個大仔都已經大個啦，長子廖文哲去咗加拿大讀書，次子廖文信留喺香港陪父母。屋企人口少咗，但感情反而更加緊密。2020年12月，一個壞消息再次降臨喺呢個家庭。廖啟智發現食嘢嗰時胃部有脹嘅感覺，去醫院檢查之後被確診為胃癌。更加慘嘅係癌細胞已經擴散到肝臟，醫生告知家屬只係剩翻大概1個月嘅壽命。呢個消息對陳敏兒嘅打擊可想而知。15年前佢啱啱經歷喪子之痛，依家丈夫都要離佢而去。佢唔明白點解上天要咁樣對佢，佢做錯咗乜嘢？但佢知道呢個時候佢唔可以冧低，因為廖啟智需要佢。廖啟智表現得出奇堅強，佢生前生活習慣好好，唔煙唔酒，熱愛運動，每日堅持行山。確診前3個禮拜，佢仲去緊染蛇尖，香港最險峻嘅行山路線之一。佢唔敢信自己會得癌症，但面對事實，佢選擇積極面對。佢話：我唔可以就咁俾佢打低，我要為屋企人撐落去。確診之後，佢即刻全面停工入院治療，低調處理一切。佢主動通知劇組辭演，因為佢唔想耽誤人哋嘅進度。治療期間曾經一度病危，2次心臟停頓，但憑住頑強意志力撐咗過去。胃癌對胃口影響好大，食嘢好難落喉。但廖啟智憑住頑強毅力堅持1日3餐，靠白粥同病魔抗爭。醫生稱讚佢係 A+ 病人。陳敏兒得知朋友識按摩之後，每日抽2個鐘學習按摩技術，學成之後返醫院同丈夫按摩，緩解佢嘅疼痛。佢日日夜夜守喺病床前面，從來唔離開。佢話智叔被醫生稱為 A+ 級嘅好病人，明明好辛苦，但一直表現得好輕鬆。睇見佢好輕鬆，我都好佩服。但陳敏兒知道丈夫只係唔想佢擔心，先至扮出輕鬆嘅樣。好多時佢瞓覺嗰陣，廖啟智會痛到全身發震，但佢從來唔出聲，驚嘈醒佢。陳敏兒好多次半夜醒嚟，見到丈夫一個人咬實牙關忍痛，佢心入面嘅痛比任何嘢都要痛。臨終前，廖啟智感到人生有好多遺憾，佢向家人提出咗一個要求，希望太太同仔可以寫啲肯定佢嘅說話。於是陳敏兒同2個仔各自寫咗長信，表達對佢嘅感謝同讚賞。佢哋喺醫院病榻前面一字一句咁讀俾智叔聽。陳敏兒喺信入面講：你係我今生最大嘅祝福，
係你令我明白乜嘢係真正嘅愛。我哋一齊經歷咗咁多風雨，但我從來冇後悔過揀咗你。如果有下世，我仲係會揀你。佢讀到一半已經喊到讀唔落去，但佢堅持讀完，因為佢知道呢個係廖啟智最想聽嘅說話。聽完呢啲信，智叔總算釋懷。佢話：我呢世冇白過，因為有你哋。喺生命嘅最後時刻，佢對陳敏儀講出咗最後嘅說話：敏儀，我本來以為我係殿後嗰個，依家反而留低你一個人，辛苦你啦。佢唔係怕死，只係唔捨得屋企人。佢叮囑兩個仔要代佢好好照顧媽咪。陳敏儀仲安排朋友拍低短片，分享同智叔相處嘅難忘回憶，作為生日禮物。佢深知丈夫唔希望朋友見到佢患病嘅樣，但佢希望智叔在生嗰時可以回顧同朋友相遇嘅美好時刻，對佢嘅生命係一種肯定。2021年3月28號夜晚8點32分，廖啟智喺香港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安然離世，享年66歲。家人陪喺側邊，佢回歸天父懷中。從確診到離世只係3個幾月。陳敏儀企喺病床邊，拖住丈夫嘅手，睇住佢慢慢停止呼吸。嗰一刻，佢覺得自己嘅靈魂都跟住佢一齊走咗。2021年4月20號下午2點半，廖啟智嘅安息禮喺尖沙咀聖安德烈堂舉行。為避免人群聚集，冇設公祭，儀式通過網絡同步直播。教堂門口擺放住智叔企喺長城嘅相，佢戴住墨鏡，顯得威風凜凜。陳敏儀同兩個仔坐住黑色靈車，伴隨白色靈柩抵達教堂。教堂入面，智叔嘅遺照隔籬放住老婆仔女嘅花牌。陳敏儀嘅花牌上面寫住：俾我嘅最愛啟智，天國永生，永遠愛你，妻敏儀。兩個仔吹口琴送別老豆，致敬《無間道2》入面三叔吹奏友誼地久天長嘅經典片段，琴聲悠揚，在場嘅人個個都喊埋一份。陳敏儀企喺台上面，眼淚不停咁流，但佢冇出聲。佢知道丈夫唔希望佢喊得太傷心，佢希望佢堅強。陳敏儀喺安息禮上面分享咗嗰段歐洲機場哭別嘅往事。佢話嗰時連分開一日都咁唔捨得，依家要永遠分開，我點會唔傷心？但我知道佢只係去咗另一個地方，總有一日我哋會喺天堂重聚。安息禮嘅紀念冊以人生短跑為題，描述智叔嘅演藝人生。冊子上面印住智叔主演舞台劇《相約星期二》嘅一段話：如果你嘅人生將其他人擺喺首位，不斷製造美好回憶，奉獻自己，咁樣嘅話，就算你死咗都冇真正離開，你仍然活喺每一個你曾經感動過嘅人心入面。最後一頁寫住：啟智呢場人生短跑，輸在起跑線，贏在終點時。郭富城、黃日華、錢嘉樂、羅蘭、杜琪峰、林嘉欣、王祖藍等圈中好友親自出席。黎明、林超賢、吳鎮宇夫婦、楊千嬅夫婦、鄭裕玲、張智霖、袁詠儀、劉青雲、郭藹明等等送上花牌悼念。周潤發發文悼念：永遠嘅懷念，祝願智哥一路好走，敏儀要堅強面對將來。發嫂陳慧蓮聽到噩耗嗰時嚎啕大哭，泣不成聲。佢話：我同發哥舊年已經知道，又叫佢加油。我哋以為佢可以打贏呢場仗，諗唔到咁突然。丈夫離世之後，陳敏儀嘅生活變得好低調，佢好少公開露面，將全部精力投入到兩個仔同公益事業當中。兩個仔廖文哲、廖文信決定留喺香港陪媽咪，佢哋遵照老豆遺願，學識承擔責任，好好保護家人。陳敏儀話：智叔走咗之後，仔對佢更加好。2022年7月，陳敏儀喺 ViuTV 節目《21克公寓》入面，第一次公開剖白丈夫離世嘅感受。佢表現得好堅強，情緒穩定，稱讚啲仔孝順溫柔，直言而家感到好幸福。但佢都坦言，到依家都仲未完全放低，有時見到某件嘢都會悲從中來。每年11月11號，佢哋嘅結婚紀念日，佢都會悼念丈夫，感慨夫妻最終死別係必須經歷嘅課題。2024年10月，陳敏儀透露身體出現問題，7月曾經喺中文大學醫院緊急做咗手術，依家處於康復期。佢以樂觀態度表示：放心，我嘅生命會更加精彩，無論順境逆境，我哋都可以選擇快樂。佢已經同家人交代身後事，寫咗遺囑，影咗遺照，清理咗自己嘅嘢。佢唔想將來麻煩啲仔。呢份從容同豁達，正正係經歷生死之後先至擁有嘅智慧。2025年嘅近照顯示，64歲嘅陳敏儀頭髮已經全白，成個人好瘦。丈夫去世之前，佢仲係滿頭黑髮。
歲月同悲傷喺佢身上面留低咗好深嘅痕跡。但係講到亡夫，佢對眼仲係閃爍住愛嘅光芒。佢話：我冇後悔過揀咗佢，如果再嚟一次，我仲係會喺訓練班第一晚就中意咗佢，仲係會喺3個禮拜之後就答應嫁俾佢。好多人問陳敏兒會唔會再婚，佢堅定咁搖頭，唔會。我呢世人嘅老公只有一個，就係廖啟智。佢仲戴住結婚戒指，屋企入面放滿咗同丈夫嘅合照。佢話：佢雖然走咗，但佢一直都喺我心入面陪住我。從1978年到2021年，從訓練班第一晚嘅一見鍾情，到醫院病床前嘅最後告別，42年嘅時光，陳敏兒同廖啟智用生命書寫咗一段傳奇。佢哋經歷過事業嘅起伏，承受過喪子嘅痛苦，對抗過抑鬱症嘅折磨，最終以生死作別。但佢哋從來冇後悔過，因為佢哋知道能夠遇到對方已經係今生最大嘅幸運。而家陳敏兒繼續行住佢嘅人生路，佢唔再係嗰個深水埗唐樓嘅女仔，都唔再係 TVB 嘅當紅花旦。佢係一個經歷過人生百態，見證過生死離別，但仍然相信愛同希望嘅女人。佢用自己嘅經歷去幫助其他人，將痛苦轉化為力量，將悲傷升華為智慧。3個禮拜定咗嘅終身，用咗42年去兌現，而呢份承諾會一直延續到永恆。今日嘅故事就到呢度。敬請訂閱、讚好、轉發，我哋下期再見啦！